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陈国龙医师，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很多台湾长辈都有的困扰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半夜2点、3点、4点，一个晚上要爬起来上厕所3次、4次，甚至5次，每次醒来心跳加速，头昏脑胀，再躺下去却怎么也睡不住。隔天早上起床，整个人像是没睡过一样，走路都觉得脚步不稳，特别容易跌倒。很多人会觉得老了吗？这很正常啊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不只是老化那么简单。当你一个晚上频繁起来上厕所，其实是你的肾脏在发出求救讯号。根据台湾的临床观察，估计超过60%的65岁以上长辈有夜尿问题，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背后可能藏住更大的健康危机。夜尿不是小事，它不只影响睡眠品质，更会让你的肾脏越来越疲累。长期下来，血糖控制变差，血压不稳定，甚至肾功能开始走下坡。如果你没看到最后，你很可能会错过一个让肾脏越来越累的重要原因。我在门诊工作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这样的病人。他们来的时候都说，医师，我晚上都睡不好，一直要起来尿尿。但是当我仔细问他们的饮食习惯，才发现问题的根源其实就藏在每天吃的东西里面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3种蔬菜，这3种蔬菜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是如果你懂得怎么吃，它们可以帮助你的肾脏减轻负担，让你晚上的夜尿次数减少40%到60%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真实改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健康知识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，如果你觉得这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就打0。很多人以为夜尿就是因为睡前喝太多水，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比这个复杂得多。根据研究显示，有将近70%的夜尿问题是因为血糖波动、肾脏过度工作，还有身体里面盐分堆积造成的。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给病人听。你可以想象你的血液就像是车子在国道1号上奔驰，如果血糖太高，就像是高速公路大塞车，车子走走停停，速度变慢。这时候你的肾脏就像是一个滤水器，要拼命工作，把血液里面多余的糖分、盐分过滤出来。但是如果这个滤水器每天都要处理这么多垃圾，久了就会开始堵塞。血糖高、盐分高，还有身体的发炎反应、氧化压力，这些都会让你的肾脏越来越疲惫。肾脏一旦疲惫，它就没办法好好调节身体的水分。所以呢，当你的肾脏累了，身体就会用一个很直接的方式来减轻负担，那就是把水排出去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起来上厕所，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、高血压的人，还有年纪比较大的长辈，夜尿的情况特别严重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其实解决的方法不是吃更多药，而是从饮食开始调整。接下来我要跟你介绍3种蔬菜。这3种蔬菜不但可以帮助你的肾脏减轻负担，还能稳定血糖，减少身体的水肿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可以让你晚上睡得更安稳。这3种蔬菜分别是小黄瓜、栀瓜，还有菠菜。你可能觉得这些菜很普通，但是当你了解它们怎么帮助你的身体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它们有多厉害。第一种蔬菜就是小黄瓜。很多人觉得小黄瓜就只是水分多而已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小黄瓜是这3种蔬菜里面对于消炎、帮助肾脏排炎效果最好的一种。特别是对于脚掌、脚踝容易水肿的肠胃来说，小黄瓜真的是很好的选择。很多60岁以上的台湾长辈都有脚肿的问题，
这其实跟体内盐分堆积有很大的关系。小黄瓜怎么帮助你减少夜尿呢？关键就在于它可以减少体内的盐分，减轻水肿，同时稳定血糖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小黄瓜里面的水分可以帮助肾脏更轻松地过滤血液，不会让肾脏负担太重。它含有一些天然的植物化合物，像是类黄酮、单宁酸，这些成分可以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，降低氧化压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小黄瓜可以减少身体对盐分的滞留，让你的脚踝不会那么容易肿起来。这个问题在台湾的长辈身上非常常见。另外，小黄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低，所以对于有糖尿病的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蔬菜。它不会让你的血糖突然飙高，反而可以帮助你稳定血糖。我来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病人姓张，我们叫她张阿姨。她今年68岁，住在新竹。张阿姨来找我的时候，她说她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上厕所4到5次。她的脚掌很肿，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很累，整个人没有精神。我问她平常都吃些什么，她说她很爱吃重口味的东西，像是腌制的菜、卤味，晚餐也常常吃得比较咸。我就建议她每天下午跟晚餐的时候可以吃一些凉拌小黄瓜，或者是用小黄瓜泡水喝。张阿姨照著做了3个礼拜之后，她回来跟我说，她现在晚上只要起来1到2次就好了，而且她的脚掌肿胀的情况明显改善很多，早上起床也比较有精神。她说，医师，我真的没想到小黄瓜这么有用。那要怎么吃小黄瓜才是最好的呢？我给你3个建议。第一，你可以做凉拌小黄瓜，用橄榄油、黑胡椒来调味，简单又健康。这样吃不但可以保留小黄瓜的营养，还能增加好的油脂摄取。第二，你可以用小黄瓜泡水喝，也就是小黄瓜水。把小黄瓜切片放进水里，让它的味道释放出来。但是记得不要在睡前才喝，最好在晚上7点以前喝完，这样才不会让你晚上又要一直起来上厕所。第三，你可以把小黄瓜跟薄荷一起吃，薄荷可以帮助消化，减少胀气的问题，跟小黄瓜搭配起来效果更好。小黄瓜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稳定身体的水分。当你的身体不再滞留过多的水分和盐分，你的肾脏就不需要在半夜拼命工作，把水排出去。这样一来，你晚上自然就不会一直起来上厕所了。第二种蔬菜是制瓜。制瓜的升糖指数非常低，这一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特别重要。很多台湾人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吃面、吃饭，这些淀粉类的食物会让血糖在晚上突然升高。但是如果你用制瓜来替代一部分的淀粉，你的血糖就会稳定很多。制瓜为什么可以帮助你减少夜尿呢？首先，制瓜的水分含量很高，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。它含有丰富的钾离子，可以平衡体内的钠离子，让你不会因为盐分太多而水肿。制瓜里面的纤维也很丰富，可以减少身体对糖分的吸收，让你的血糖不会在吃完饭之后快速上升。另外，制瓜还含有维生素 C， 可以减少膀胱的发炎反应。我再跟你分享一个病人的故事。这位病人姓林，我们叫他林伯伯。他今年72岁，住在台中。林伯伯以前很喜欢吃泡面，晚餐也经常吃很多淀粉类的食物，像是面条、白饭。结果他的血糖在晚上常常会突然升高，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上厕所3到4次。我建议林伯伯每个礼拜有3天晚上可以用制瓜面来替代一般的面条。制瓜面就是把制瓜切成像面条一样的形状，用来代替传统的面。林伯伯照著做了1个多月之后，他发现他晚上的血糖明显下降了，
而且他夜尿的次数也减少到只剩下1到2次。他跟我说，医师，我本来以为要完全戒掉面食，但是用制瓜面之后，我还是可以享受吃面的感觉，而且身体状况变好很多。那要怎么吃制瓜才是最好的呢？我也给你3个建议。第一，你可以做制瓜面，把制瓜切成面条的形状，然后用橄榄油跟大蒜一起拌炒，非常简单又好吃。第二，你可以做焗烤制瓜，把制瓜切片放进烤箱里烤，这样可以让制瓜的甜味释放出来，口感也很好。第三，你可以煮制瓜汤，制瓜汤很清爽，容易消化，对于肠胃比较弱的长辈来说是晚餐的最佳选择。制瓜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稳定晚上的血糖。当你的血糖不会在晚上突然升高，你的身体就不需要分泌那么多胰岛素，肾脏也不需要那么拼命工作。这样一来，你晚上自然就不会一直起来上厕所了。第3种蔬菜是菠菜。菠菜是一种含镁量非常高的蔬菜，而镁这个矿物质对于胰岛素的运作非常重要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台湾有大约40%的长辈其实都缺乏镁，但是他们自己完全不知道。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镁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。当你的胰岛素敏感性提高，你的血糖就会比较稳定，不会忽高忽低。血糖稳定了，你的肾脏就不需要在半夜一直工作，把多余的糖分过滤出来。菠菜里面还有丰富的纤维，可以避免你在吃完晚餐之后血糖快速上升。它含有大量的钾离子，可以对抗体内过多的钠离子，减少水肿的情况。另外，菠菜里面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减少膀胱跟肾脏的发炎反应。我再跟你分享最后一个病人的故事。这位病人姓姚，我们叫他姚先生。他今年65岁，住在嘉义。姚先生来找我的时候，他说他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上厕所3次，而且他常常半夜脚抽筋，痛到没办法睡觉。我帮他检查之后，发现他有缺镁的问题。缺镁的人不只容易夜尿，还容易抽筋。所以我建议他每天晚餐可以吃一些煮熟的菠菜，不管是用水烫的还是稍微炒一下都可以。姚先生照住做了1个月之后，他回来跟我说，他现在晚上只需要起来1次就好了，而且他半夜抽筋的情况完全消失了，睡眠品质改善非常多。他说，医师，我真的没想到菠菜可以帮这么大的忙。那要怎么吃菠菜才是最好的呢？我给你3个建议。第一，你可以用大蒜炒菠菜。大蒜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更好地吸收菠菜里面的镁，而且大蒜本身也有很好的抗发炎效果。第二，你可以煮菠菜蛋花汤。这道汤很清淡，容易消化，而且可以让你的肚子觉得很舒服，晚上比较容易入睡。第三，你可以把菠菜烫熟之后直接吃。这种吃法最简单，特别是和肠胃容易胀气的人。菠菜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稳定血糖、稳定睡眠、稳定夜尿。当你的血糖稳定了，你的睡眠品质自然就会变好，夜尿的次数也会大幅减少。我在肾脏科工作已经超过35年了，这些年来我看过太多的病人，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常常都会说同一句话，医师，如果我早一点知道就好了。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里都会觉得很难过，因为其实很多问题，只要我们早一点调整饮食，早一点注意身体发出的讯号，就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麻烦。今天我跟你分享的这3种蔬菜，它们不是药，但是它们可以帮助你的肾脏减轻负担，让你晚上睡得更好。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。小黄瓜可以帮助你减少体内的盐分，减轻水肿，
让你的夜尿次数减少。制瓜可以帮助你稳定晚上的血糖，避免血糖在夜间波动太大。菠菜含有丰富的镁，可以让你睡得更深沉，减少夜尿的次数。如果你愿意在接下来的2到3个礼拜里，把这3种蔬菜加进你的饮食当中，你会发现你的夜尿次数可以减少30%到60%。这不是我随便说说，而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真实改变。如果你家里也有半夜常常起来尿尿的长辈，请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看，让他们知道，其实只要改变一点点饮食习惯，就可以改善很多问题。我会一直陪住你，帮助你把肾脏顾好，把睡眠找回来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还会继续分享更多常被真正需要的健康知识。我们下次见，保重身体。